Anak mau ikan saya, roda itu kayak roda na. 现在这个仪式呢，是一个我们播种季的一个一定要传统是要拿火把，还有拿祭品，然后我们会到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每年要换田，所以会在田里面呢进行这个祭祖的仪式。我们会带这些祭品，献给我们的祖灵，期望一年都丰收。那火把一定很重要，因为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的家家户户一定要起火，这个火不能熄灭，因为如果火熄灭的话，就表示你今年的农作物都不会丰收，都不会长，不会发芽。